样听。可是没有，因为他这个没有收进来他们那个里面，所以他蔡生乐队没听不到他们合唱的时候。他们合唱的时候请那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的主日来敬拜我们的神。那首先呢，再次来确认您的手机是否已经关为震动或静音喽，让我们就是不被任何事情来影响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一起安静来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圣殿来敬拜你。无论在过去的一星期中，无论发生了任何的大小事，主啊，我们都完全的交托给你。主啊，我们也将自己的全心全人都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一切，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心里所依靠的。主啊，愿我们深愿，主啊，依靠你，必定睛在你的话语上，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专注的来对齐于你。主啊，求你来开通我们的耳朵，时刻能够来聆听主你的声音，顺服圣灵每一个感动及带领。主啊，愿我们摸着你的心，带领我们看见你所看见的，你所关心的事，提升我们的眼界，带我们飞得更高，飞到你那坚固的磐石上，让我们的生命站稳在那不动摇的磐石上，与你同行走。主啊，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我们要披上喜乐衣，大大的来被你充满。现在喜乐的灵大大的来充满我们，更多的来浇灌下来，直到满意。是的，主啊，我们也为着今天牧师的讲道来献上感谢及祝福。愿神大大的来恩膏牧师今天所传讲的信息，从神领受的话语，字字句句都栽在我们的心田里，帮助我们听得明白。当我们听见，就要用我们的行动来回应，让我们的生命结出更多属灵的果子，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愿我们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你心意、蒙你悦纳的人。主啊，我们爱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诗篇61篇，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来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所以我们要来高声歌唱，因为他要带领我们展翅翱翔，飞到那更高之处。求你领我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从这里到地极之处，我要寻求跟随你。主你是我盾牌，你那所我的山寨，展开清晨翅膀飞翔，你手扶持长途前行。
我们的耳朵，主啊，我们来向你呼求。求你听我呼求，侧听我的祷告，从这里到必经之处，我要寻求跟随你。主，你是我盾牌，避难所我的山寨，张开清晨翅膀飞翔，你守护着乘风前行。至少是我不知动摇，不再惧怕。带我飞得更高，飞得更高，到你身旁。主，你是我的拯救，我的荣耀，我的力量，我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邀请你一同起立。飞得更高，飞得更高。至少是我不知动摇，不再惧怕。带我飞得更高，飞得更高，到你身旁。主，你是我的拯救，我的荣耀，我的力量，我的一切。飞得更高，飞得更高，到你身旁，领我到磐石之上，使我不知动摇，不再惧怕。带我飞得更高，飞得更高，到你身旁。主，你是我的拯救，我的荣耀，我的力量，我的一切。我的荣耀，我的力量，我的一切。主，你是我的拯救，主，你是我的拯救，我的荣耀，我的力量，我的一切。哈利路亚！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特别为早上敬拜，我们都要开口来祷告。求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早上的敬拜当中与主面对面。主啊，你洁净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用纯正的灵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帮助。哈利路亚！是的，主啊，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主啊，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在早上敬拜当中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你的灵运行在这当中，让一切不属于你的都赶出这个地方，让这地方完全属于你。主啊，我们完全属于你，我们的心完全属于你，我们的灵完全属于你。因为耶稣，你是我们一切的满足，因为有你同在，我们心就得到满足，我们心就得到安慰，我们心就得到鼓励。哈利路亚！是的，主，你超过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心思意念。再一次，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献在神的面前。主啊，你是我的奖赏，你是我唯一所爱慕的。哈利路亚！是的，主。是我奖赏，是我一切所爱慕。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在试炼中，我灵歌唱。
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是我救赎，是我唯一所爱慕。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在试炼中，我灵歌唱，永不回头。我的自由，基督全所有，就和喜乐在于你。这盼望永不止息，天堂是我家。哦，风雨中我灵歌唱，与你同行，荣耀归给上帝。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是主的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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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主啊，我愿意再次的跟随你，永不回头。阿们。主啊，早上的敬拜当中，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灵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唯一所依靠的，我们唯一所追求的，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还有感谢主。主啊，我的心献在你面前，为了要尊重你，
为了要赞美你，到早上敬拜当中全心来敬拜你。我心何等渴望来尊崇你，主，我用全心来敬拜你。凡在我的面里，都赞美你。我一切所爱在于你。主，我献上我心，我献上我的灵，我活着为了你，我的每个气息，生命中的每个时刻，就成全你旨意。心何等渴望来尊崇你，主，我用全心来敬拜你。凡在我里面都赞美你，我一切所爱都在于你。主，我献上我心，我献上我的灵，我活着为了你，我的每个气息，生命中的每个时刻，就成全你旨意。主，我献上我心，我献上我的灵，我活着为了你，我的每个气息，生命中的每个时刻，主成全你旨意。主成全你旨意。耶稣爱你，献上我心，献上我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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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献上我心，献上我灵。
气息，生命中的每个时刻，主掌权你旨意，主我献上我心，我献上我的力。我活着为了你，我的每个气息，生命中的每个时刻，主成全你旨意，主我献上我心，我献上我的力，我活着为了你。我的每个气息，生命中的每个时刻，是成全你旨意。用我的心。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心，献上我们的全人，献上我们自己。主啊，求你使用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为你所使用，回应你的呼召，也回应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所摆放特别的计划。主啊，求你让我们的一生真的是荣耀你，让我们的一生真的是因你而活。主啊，特别在今天早晨我们再次聚集的时候，也要将这个荣耀再一次的归给你。求主的灵再次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充满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让我们透过早晨的敬拜，我们再次将荣耀颂赞全部都归给你，献上我们的心，献上我们的所有，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赞美，也献上我们对你全心的依靠。求主你继续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特别在这个新的早晨，求你赏赐你新的恩典、新的恩膏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再次看见你的美好计划。这时候我们也再一次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恭诵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在圣经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我们一起来念。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湖到对岸去吧。”于是他们离开群众，耶稣已经在船上等着。门徒上了船，就带他们走。另有别的船只同行。湖突然刮起了大风，波浪冲击，浪花打进小船，船几乎灌满了水。当时耶稣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门徒叫醒他，说：“老师，我们快没命啊！你不在乎吗？”耶稣起来，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风就停住，湖面静下来。于是他们对门徒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非常的恐惧，彼此说：“这个人究竟是谁？连风浪也听从他。”
以上献诗，我们请基甸牧区献诗所要献的诗歌是《加利利的海》。吟诗后，请曾牧师讲道，他所要传讲的讯息是“我们渡到那边吧”，请恭敬来领受。是你翻转我生命，以马内利打开我心，呼召我的人入狱，这是新的命定，我愿紧紧抓住你，心在水面向你靠近，放下过去，不再恐惧，耶稣的爱已向我显明。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愿紧紧抓住你，心在水面向你靠近，放下过去，不再恐惧，耶稣的爱已向我显明。
现在、未来，不变的回答。我要牧养你的羊，无论刚强软弱，加利利的海，耶稣为我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难得有机会，不是我坐在台上预备，是坐在那里弹吉他。难得的经验，跟这一群基甸牧区的年轻人们一起服侍，也很开心。在今天早晨，我们再次回到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特别是刚刚你来到教会的途中，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下雨？我刚刚看见外面开始下雨了。希望这个雨可以越下越多，足够我们台湾所使用，特别是我们南部。也愿上帝在今天不仅是滋润我们的土地，也再次滋润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鼓励我们，激励我们，再次将他的恩典赏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晨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今早的敬拜，透过我们所唱、我们所听、我们所读、我们所领受的，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也透过今早的领受，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鼓励。让我们在今早的敬拜，再一次来回应你摆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奇妙计划，也再一次将早晨的时间全然交托仰望，也将我们每个人的心摆上。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将要跟大家一起分享马可福音第4章的31到45节。我们刚刚一起读过这段的圣经。这段圣经我们看见是耶稣行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他平息了风浪，让在船上这些门徒非常的惊讶。但是在看今天的这段的圣经之前，我们先来思考一些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应该是动画，它叫《脑筋急转弯》。那这部动画呢，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也推荐给大家看。这部动画在讲说，有一个小女孩，她的头脑里面有住着5个不同的，你可以说她是小精灵好了，但就代表的是你的脑袋当中有5种不同的情绪。分别用不同的情绪，是指快乐、指忧愁、指生气、厌恶，还有惊吓。于是这5个角色，他有自己的名字。开心的那个叫乐乐，难过的那个叫悠悠，这个看不顺眼的，他就叫厌厌，然后很害怕叫晶晶，然后还有一个很常生气的，它里面是长红色的，红色那一只，它叫怒怒。我想有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可能也都会有这样不同的情绪的产生。当我们面对不同的事情，我们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应对，我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反应，让我们去面对这些事情。或许有时候我们的内心也会有被这些事情所占据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是那个悠悠跑出来，悠悠的时阵。为什么会悠悠？就是你可能心里觉得有很多的事情不断的烦恼你，你的内心有很多担心的事情，所以这个担心随之而来。于是悠悠就出现了。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很恐惧，我对很多事情很畏惧、很未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以至于很紧张。那这个晶晶就跑出来了。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不符合我的期待，这些事情跟我想的都不一样，于是就有一个非常愤怒的情绪出来，想要发泄。但也有时候可能是你对某些事情就很厌恶。看不顺眼你身旁的人事物，
于是厌厌就跑出来了。但是你会发觉，好像生命当中比较多时刻，好像都是在惊惊、厌厌、怒怒，或者是忧忧这4个情绪转来转去，好像很少让乐乐去主导我们的生命。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确实有很多我们担心的事情，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不断的发生。但是我们也在认真想，那到底什么东西会成为你生命的阻碍？什么会成为你阻挡你生命的阻碍？是这些恐惧的事情呢？这些害怕的事情呢？不安的事情？担心的事情？还是你觉得是很未知、很彷徨的事情？圣经当中记载了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面对巨人歌利亚的故事。当歌利亚不断到以色列的军队前面叫嚣，以色列人看到歌利亚，每个害怕的要命，没有一个人出来敢跟他正面的迎战。歌利亚怎么样挑衅他们，以色列人就觉得我们打不赢他们，于是他们就躲起来。但是却没想到，最后一个出来跟歌利亚应战的是一个孩子大卫。他说，他跟这个歌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铜戟，但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大卫很清楚知道，一个这么大的歌利亚挡在面前，他可能也没什么能力可以打倒他，他只是一个牧童。但是他所做出来很重要的一个宣告，说我没有刀枪，我没有什么，但我唯有的只有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抵挡你，来面对我们眼前的这个挑战。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故事，发生在耶稣带领他的门徒一起经历了许多的服事，特别在这个第4章的前半段，耶稣花了很长的时间，几乎1整天的时间，在跟群众讲有关上帝国的信息。但是在那天晚上，耶稣邀请门徒一起坐船，从湖的这一岸渡到对面去。但是这一次的邀请，却成为了门徒非常特别的一次训练，让门徒见到什么叫做平静风浪。不仅是让他们看到表象的风浪真的被平静了，也让这些门徒学习到他们内心当中的风浪怎么样被平静下来。我们知道耶稣他在教导他的门徒，当我们看圣经，你会发现耶稣他是用一个很先进的方式在教导他的门徒，不仅是让他们看，而且耶稣还教导他们，甚至还指正他们，让他们有不断学习调整的机会。而且我们看到耶稣他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不会只有在某一个地方，耶稣可能在旷野、在海边、在会堂、在某一个人的家里，在走路的时候，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地方，耶稣不断的教导门徒，让门徒可以去认识到他。但却没想到这次的户外教学却是一个很可怕的户外教学。我印象中，我国小的时候，每当要户外教学，我都很兴奋，前一天都要准备好零食，放在背包里面，然后前一天晚上睡不着觉，因为隔天要出去玩，很开心。但是耶稣这次要带门徒去的户外旅行，一点都不开心。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你会发现，这些门徒怕得要命，而且他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就会在这边结束掉他们自己的生命？而且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他们很害怕海水，他们不喜欢海水，不像我们台湾四面环海，我们对于海水这件事情习以为常。但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觉得海跟水就是那些妖魔鬼怪所住的地方，所以他们可以不要靠近海，不要靠近水，他们就可以不要靠近，因为他们认为人生当中所有的苦难，人生当中所有的问题，都是那些住在海里面的魔鬼所造成的，所以以至于他们不喜欢靠近海水。但是耶稣却做什么事情？叫这些门徒在乌漆抹黑的晚上，坐着船到海上，从岸的这边渡到岸的另外一边去。所以，我们这样来看这个很特别的户外教学，耶稣跟他的学生的户外教学。我们也从耶稣跟他的门徒彼此的问答当中，我们有一些新的学习。盼望这个平静风浪的神迹不是一个神迹而已，而是真的真实的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可以经历到的。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看到那个经文，风暴突然的临到，害怕不安也来到。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风暴突然临到，但害怕不安也来到。
我们再次看刚刚的经文，第4章35到37节。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湖到对岸去吧。”于是他们离开群众，耶稣已经在船上等着。门徒上了船，就带着他走。船上忽然刮起大风，波浪冲击，浪花打进小船，船几乎灌满了水。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在我刚刚说耶稣服侍一整天，跟门徒一起在那个地方跟群众。耶稣说晚上我们一起到湖的另外一边吧，我们一起到另一个地方去服侍。我想如果不是耶稣的要求，这群门徒绝对不会去海上。我们刚刚提到犹太人不喜欢海，他们觉得那边很多魔鬼，所以他们绝不会去海上嘛，而且还是晚上哎，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当时应该没有什么电灯哦，没有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个日光灯。就算他们在船上点蜡烛好了，刚的经文说海浪打到船里面，就算点蜡烛，应该也会被海浪打掉吧。所以你可以想象，12个门徒加耶稣13个人，他们就在汪洋大海当中，在那个湖当中，外面就听来那个风的声音，然后海水打到他们的船里面，然后旁边伸手不见五指。然后他们可能原本只是觉得是一个快乐的出航，却没想到一半却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不是耶稣的要求，或是耶稣邀请他们做这件事情，他们绝对不做。他们可能或许会跟耶稣说：“耶稣，我们就绕着这个湖的沿岸，我们绕过去就好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坐船？”但是在耶稣的邀请下，他们做了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些以前是渔夫。既然是渔夫，他们对那个湖应该会是相当的熟悉，甚至他们对于要航行、对于水性，他们应该都非常的了解。但是他们却经文刚看到，他们每个都害怕的要命，代表这个风浪应该前所未见，代表连这些老练的渔夫他们都没有看过，所以他们每个惊慌失措。当一个看似很平静的旅行，看似好像只是一个耶稣说我们到那里去吧，但是却在他们没有想到的时刻，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风暴。他们内心当中的不安、内心的害怕也随之而来。我想我们多数人其实也很喜欢维持现状的生活，我们其实不大喜欢变动。多数人其实都喜欢维持现状，我们不大喜欢有很大的变动，我们不喜欢有突如其来的改变。但是你认真看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你认真看我们所经历的，你就会知道，充满变化跟不确定性才是人生的常态。我们都希望就是这样就好啦，所有事情可以照着我的方式走，所有方式可以照我的计划走。但是我们认真观察，你就会知道，人生真正的样式是不断的改变，而且是有许多的不确定性。当时我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当我要准备已经入学考试已经过了，要准备去上暑期班的时候，我们神学院的暑假先去上这个语言班。当我准备去上语言班的时候，我第一天很认真去上，第二天我就翘课了。因为我觉得，我怎么突然坐在这里开始读神学院了？上帝，你真的要让我来当传道人这个服事吗？跟大家分享，这个是连身为一个牧师要被呼召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挣扎。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这样走就很顺啊，很稳啊，我为什么要不务正业跑来当牧师？我想我们都也很喜欢在一个维持然后不改变的一个生活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人生并不是如此，有时候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放在你的面前。耶稣跟他的门徒看似只是一场旅行，但却没想到是让他们经历到一场风暴，但也让他们经历到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当门徒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却安稳自在。当门徒惊慌失措的时候，耶稣却安稳自在。我们刚所读的经文，我们看见当时耶稣在船尾，而且靠着枕头睡着了。
那这些门徒就叫醒耶稣说：“老师，我们快没命了，你不在乎吗？”这些学生非常的惊慌。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所想象那个场景，我说那是伸手不见的五指的湖上，没有电灯，旁边只有风声，而且海浪不断打进来。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象，应该有12个大男生在那边惊声尖叫，他们应该传声尖叫：“老师，救命啊！啊，怎么办？”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在那里枕着头睡觉。我们先问一个问题：耶稣怎么睡得着？是因为耶稣的枕头12个门徒没有枕头，所以他们不能睡吗？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还是说耶稣睡的那个床尾的这个房比较不会晕船，所以耶稣可以睡在那里？事实上，耶稣为什么睡着了？当然，我们看见他内心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但更重要的是，他让门徒在这件事情当中学习到不一样的功课。我们刚刚说，门徒里面有些是经验老道的渔夫，所以他们对于海、对于捕鱼、出海航行应该很熟练。但是在这个海上，在他们的眼里，耶稣就算行过很多神迹，但是耶稣可能现在只是一个木匠。在门徒的眼里，开船我们来啊，耶稣你休息一下，这个耶稣你应该不会开船哦，你是木匠，啊，哦我们来开啊。所以在门徒的眼里，或许耶稣只是个木匠。于是这些门徒的自信心、对自己的依靠，让耶稣睡着了。门徒的自信心，门徒他们对自己的一种依靠，让耶稣睡着了。有时候我们好像也会埋怨上帝啊，说：“神你怎么不回应我？神啊，我跟你祷告那么久了，你怎么都不告诉我该怎么做呢？”好像我们也抱怨说：“耶稣你睡着了，我一直祷告你都没有听到。”但是让耶稣睡着的，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自己过分的骄傲，自己过分的自信？让耶稣睡着的，会不会是自己过分的骄傲跟过分的自信？我们看到这些门徒说是老练的渔夫，但是当他们遇到这样的状况，他们却也只能惊声尖叫，代表他们无法掌控了。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遇到无法预期的风暴，甚至是跟我们计划的事情不同的。但我们有时候也似乎就像这些曾经是渔夫的门徒一样，想要靠着自己面对一切，因为过去我曾经就是这样子解决的嘛，过去我就可以这样子掌控的，那现在我就可以。而且往往等我们失去了控制，我们才会去请耶稣来帮助我们。我们可能真的这个没办法了，我们才去请耶稣来帮忙。所以我们看到门徒，他们看到耶稣在安稳睡觉，但是门徒却说：“耶稣怎么办？”但是门徒因着他们生命当中的恐惧，他们才再次发觉他们生命是有多么的不足，发现他们的生命是有多么的软弱，他们的生命是有多么的需要紧紧的依靠神，让他们知道，就算是自己把握的事，也还是要依靠神。这给我们一个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自己的恩赐才能，我们在各行各业当中，我们都有自己所专长的，但千万也不要忘记，这些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任何行动，也当知道，就算是我们把握的，也仍然依靠神。神才是我们力量的源头，神才是供应的源头。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信仰学习的功课。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仍然不断寻求上帝的带领，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帮助，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依靠。有一首在我们多数人很熟悉的一首歌，但是这一首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台语的版本。在其他的一些教会，他们的诗歌本里面把这首歌他们翻译叫做“我心灵得安宁”。但是在我们的长老教会的圣诗里面，把它翻作一首歌，叫做“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边”，有时我们经过美丽清净河边。通常好像这首歌都会在告别式的时候出现，但是我今天要
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怎么来。这个作者他叫做哈瑞修斯比弗，是一个美国人。而当时他在美国，他做房地产的工作，所以他是有非常多的财产，有非常多产业的。他有一个太太，有4个女儿，所以看起来是为人称羡的。但是在有一次，他的太太跟女儿要一起到他们全家要一起到英国的伦敦去但是这个作者他刚好在美国的房地产出了一些状况需要处理于是他就先留在美国，让他的太太跟他的女儿先行到伦敦去，但是却没想到这个船才从美国开到一半，还没到英国就发生了船难。于是这艘轮船上面的人几乎都葬身海底，包括他的女儿。当然，他的太太最后获救起来，被救到英国去。但是当他太太被救到英国，他发了一个电报回去美国。这个电报是当时他写的，他开头第一句，他用英文写下说：“只有我生还，其他4个女儿都葬身了海底。”而这个人，当他收到这个电报，看到这个消息，他内心悲痛万分。他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难处的事情。我的工作很好，我的家庭很好，我什么都很好啊。神啊，怎么让我遇到这么难处的事？于是这个轮船的公司，他就让这些这个罹难者的家属，他们要一起到伦敦去处理之后的后事。当这个人他坐上轮船，就再一次经过事发之地。他内心突然悲从中来，非常的难过，但是与此同时，内心又有一个感动进来，有一个声音安慰他，让他写下了这一首的诗歌。这是华语的翻译。他说：“有时我经过美丽幽静的河边，路旁的树青翠映眼帘。有时我面对心忧伤流眼泪。”如遭逢大巨浪，狂风吹。他副歌说：“免烦恼，心平安，倚靠主，免烦恼，心平安。”你发现，当他的家人，他的女儿是死在船难，死在一个海浪之中，他内心非常的难过。但是在那个时刻，上帝再一次感动他，他写下了这一首的诗。也成为我们现在很常唱的一首很安慰也很鼓励的诗歌。我想在此时，在那个时刻，他人生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风浪。他人生或许也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了。但是这首诗歌他所写下来的，让他也再一次体会到，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还是要有上帝的带领。副歌说：“免烦恼，心平安。挖克住，免烦恼，心平安。依靠主，内心就有平安；依靠主，内心就没有任何的烦恼。”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13节，现在中文译本，他特别说：“借着基督所赐的力量，我能适应任何的情况。”保罗说：“借着耶稣基督给我的力量，我在任何的情况当中，不论顺境逆境，我都能够去面对。”当这些门徒他们在那边惊惶失措，耶稣为何如此安然自在，非常的安稳？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他本是神，但更重要的，耶稣是知道让门徒看见，无论在任何环境，上帝仍然带领，上帝仍然带领，上帝仍然是我们依靠最重要的对象。而当耶稣把风浪止息后，门徒也从信心再次经历到平安。最后的39节到40节，经文说：“耶稣起来，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风就停住，湖面平静下来。于是他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让门徒陷入恐惧、没有平安的，不就是他们可能太有信心吗？不就是他们觉得我会开船，我很可以这个掌舵，而导致他们的恐惧吗？有没有可能，甚至是他们根本也不认识耶稣？
虽然他们看了耶稣行那么多神迹，医病赶鬼，祝福许多的人，讲天国的福音，讲了非常多的道理，但到头来，在这个时刻，门徒们似乎还是不大认识耶稣，甚至觉得我们还是靠自己，不靠耶稣好了。今天耶稣也同样问我们：你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的信心在哪里？不论我们信主多久，不论你刚信主，不论你信主10年、20年、30年，这个问题同样今天问我们：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想，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我们相信，我们深信上帝是永远掌权的那位神。信心是我们相信上帝是那位永远掌权的神。诗篇29篇10到11节，他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在大风浪、大水之上，经文说，耶稣还是坐着为王。他赐下他的平安给他的百姓，赐下他的力量给他的百姓。信心是我们相信上帝永远在掌权，信心也是我们相信上帝是永远不会离弃我们的神。约翰福音14章16到18节，当耶稣准备要离开门徒时，耶稣对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们看见耶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很重要的一个宣告。他说：永远与我们同在，赐下一个安慰者，赐下一个帮助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撇下我们每一个人。信心是我们知道上帝永远不撇弃，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更重要的信心也是知道相信上帝的美好应许。信心也是知道上帝的美好应许是什么。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也如此说：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说，这个世上会有苦难，会有大风浪，会有想不到的事情不断的发生，但是不要害怕。耶稣说：我胜过了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宝贵的一个应许。我想真实的信心来自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跟耶稣的关系。当我们的生命真实拥有了耶稣，得到他的保守，得到他的同在，这才是让我们可以从怀疑、从害怕、从一个未知走向平安的秘诀。当我们内心真的拥有耶稣的时候，这才是一个关键的秘诀，让我们从担心、害怕走向一个平安的旅程。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7节，他也如此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耶稣说，他给我们的是出我们意料之外的。在我们人生的意外、人生的变动当中，耶稣也在那个意外里面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平安。耶稣也让我们看见意想不到的保护，意想不到的同在，让我们真的得着完全的看顾，完全的坚固。我想真的成为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也表示你也找到了一个真的可以让你完全的信任，也完全交托的一个对象。成为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你找着了一个你可以完全的信任、完全的交托的人。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说：让我们渡到那边吧。耶稣不仅对门徒说，耶稣也对现在的我们说，耶稣邀请我们一起渡到那边去吧。渡这个字不是只有我们所看到，好像是坐船或者是经过一个地方。渡在原文里面还包含了很重要的意思，叫做穿越，叫做突破。耶稣邀请我们跟他一起渡到那边的时候，耶稣也邀请我们一起经历我们生命当中的突破。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跟耶稣一起经历，不断的一起走，但是在这个过程，我们也不断的经历耶稣带给我们生命当中的突破。耶稣邀请我们跟他一起，藉由信心，我们可以迎向风浪；
也在风浪当中认识他的奇妙作为。耶稣说，他要邀请你一起渡到那边吧。耶稣说，他要邀请你一起渡到那边吧。你愿不愿意上船？不要忘记，耶稣也在船上，不是你自己做而已，耶稣也在船上。耶稣一直与你同在。人生当中，我们不停的在度不停的关卡，不同的难处，但是无论是什么时刻，别忘记耶稣永远与我们同在，带我们经历生命的突破，带我们经历生命当中要我们去穿越、要我们去学习的事情。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在我们今天是主日，新的一个礼拜开始。在这个主日到下一个礼拜的主日当中，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家庭，回到我们的社会，回到我们工作的场所，回到我们的学校，也好像我们要在这个人生旅程当中航向一个未知的一周。但在这个礼拜当中，我要再次鼓励你，耶稣与你同在，做任何事情，耶稣一起陪你经过，给你平安，给你力量，而且是给你出人意外、你所想象不到。非常好、非常棒的保守，愿上帝祝福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叫做《安静》。我们坐着唱就好。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我们再从头唱一次。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过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真知道，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有时候真的遇见一些的风浪，有一些我们觉得很困难突破的事情，但主，求你帮助我们。当你邀请我们跟你一起渡到那里去的时候，我们愿意回应你。并且我们深深的知道，你在那个风浪当中，你仍然坐着为王；你在那个风浪当中，你仍然会平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你的平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你的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生道路因着有你，我们每一步都走在你的应许道路中。求你继续祝福我们，特别与身心灵软弱、遇着困难的弟兄姐妹同在。主，你知道他们的需要，
你知道他们现在所难处的事情是什么。主，求你再次坚固他们的心，鼓励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你就是那个平静风浪的主，你是那个鼓励他们的主，你是那个安慰他们的主，让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因着有你的陪伴，再一次刚强壮胆起来。主啊，再次将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里，也将我们的教会交在你的手里，与你一起经过你为我们安排的美好道路，一起经历你更深，一起相信你更深。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谢谢曾牧师用主的话来勉励我们。我们在奉献之前，我们要来进行我们今天就是新的一个46期中保代祷勇士的一个差派礼。那我要请同工再弹那一首刚刚那一首诗歌哈，一边唱，然后楼下有参与报名46期代祷同工的在诗歌当中走到前面来，我们要做一个差派祷告，好不好？来，再坐着唱一首歌，一起来唱。有同工也可以拿麦克风帮忙唱啊，来。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我的神。可以排2排没关系。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是风浪平静。每个人拿一张个别的祷告词。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中有你的印记。我们每一期的中保代祷勇士是愿意在主面前委身说，每一个礼拜有一个神圣的时刻，是有跟主耶稣跟神约会的时刻。那个时候是你跟神亲近祷告，也为我们的祷告卡或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来祷告，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因为我们在谦卑在主面前，我们在主面前认罪，愿神赐下怜悯跟保守。我们也在主面前宣告，让一切恶者的攻击都离开。所以代祷勇士不是自己能力有多强，代祷勇士是愿意在主面前屈膝祷告，谦卑求神垂听我们的祈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人拿着纸片或是看着我们的投影片，我们一起同心来读这个祷文当你念到我的时候，将自己的名字念出来那在座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的时间还不方便，但是我们也同心借由这个祷告，成为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呼召我们一起来做祷告，预备来，我愿意接受上帝的赐福与差派，忠心委身与教会的中保代祷事工。我愿意中保祷告服事的时间，参与守望祷告的责任与使命。有关代祷事中各样教育事工与个人代祷事项，我愿意向人都保密。愿上帝与我同在，并垂听我的祷告。阿们。感谢主，有这么多位代祷同工。这一次我们比上一期多了17个有70几个。感谢主，借由每一位代祷同工，我们要看见神的应许、神的赐福神的翻转。
为教会、为个人、为家庭、为代祷卡所需要代祷的同工，因为每一次的祷告就有新的见证出来。我们再一次为这些同工，包括今天没有到的，我们都一起为他们做祝福。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每一期都兴起了好几十位代祷的领袖、代祷的勇士。愿你将一个礼拜至少有1个小时的时间，分别为圣，在祷告室中，唯独与主亲近，不受外界的干扰。主啊，他们是你的差遣的勇士，但是我们本身很软弱，我们需要圣灵的同在，需要圣灵的同工。主啊，求你圣灵亲自保守每一位进入祷告室的同工们，因为他们不只是为自己，也是肩负起为代祷卡或是所关心的事祷告的勇士，是给他们勇气，是给他们信心，特别是有圣灵的同在，让这个神圣的时刻也成为一个复兴的时刻，一个生命得见证的时刻，得改变的时刻，为主来翻转许许多多从困难变成通畅，从软弱变成刚强，也从失败重新得胜，也从失落重新获得，从病痛得着医治，从软弱得着复兴。神啊，这一群同工是你特别所拣选的，愿你在你面前委身，求你亲自保守他们，让他们在生活、工作、健康以及家庭，因为神的保守，让他们更看见祷告的大能在他们身中在展现。也让我们其他还没有参加的弟兄姐妹，我们仍然在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当中，仍然活出主的见证。让我们在个别的时间当中，持续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跟神来交通，领受这天上来的应许跟祝福。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代祷勇士，包括在线上或是今天没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你的同在，要让他们得着加倍的能力、加倍的力量，为主来服侍。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为这一群勇士来鼓掌，好不好？鼓励他们。好，我们向后转拍一张照，可以吗？我们向后转，然后拍一张合照，好不好？我们请同工来拍。再近一点，近一点。这个，对。好，拍手，谢谢。我们请回座，请回座。我们请诗会来安排，我们开始来做奉献。等一下我们还有庆生会哦，哈。好。我们一起来奉献。请我们起立唱奉献的诗歌。
请坐。我们来背诵经句，我们来看我们周报的最后一页，华语我们来念2次。敬畏耶和华是治世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勉。箴言1章7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勉。箴言1章7节。现在由我来报告，我们来看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服事同工，主理是夏牧师，司理是李荣泰执事。请大家翻到周报的第4页，肢体交通。我们来看第2的部分。本会定于5月14举行母亲节的感恩礼拜，欢迎每位母亲踊跃参加。那5月14为国际母亲节，是子女向母亲表达感恩的节日。本会将举行感恩礼拜，主日学的师生也将于2堂参与献诗，来表达对妈妈和家人的爱。好，请大家共同来领受及祝福。然后第3个部分是，本会定于5月14母亲节，在今天我们会提前开始全家福的拍照服务。那在1楼的大厅跟3楼的副堂，那1楼的心灵转角还在布置。那请大家现在方便的就可以，等一下礼拜结束后，我们在3楼跟1楼都有拍照的服饰，请大家就可以开始来进行。以上我们请夏牧师来补充报告。好，感谢主哈。等一下我们有一个颁发门徒学校2的一个证书了哈。那等一下做牧师补充完了，再请你们到前面来行预备哦哈。好今天呢，我们很高兴有2位新朋友，我来做介绍哈。第一位是李承哲，还有王欢，李承哲弟兄跟王欢姐妹，请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欢迎你们，我们想送小礼物哈，做一个纪念品，欢迎你们常常来参加哈，谢谢你们。那牧师用投影片来做一个简单的提醒了哈，这个投影片的这个是我们刚刚这个好像是另外一个投影档才对，那个图片档有一个牧师，还有其他的报告，看看一下，第二堂礼拜的图片档的投影片是不是这个？应该还有对对，应该有一个第2领袖学校，你再查一下，牧师先补充报告哈。我先做补充的部分，第2堂礼拜的图片档。好这个周报里面有特别有一个事工哈，要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哈，就是我们的门徒学校的领袖学校。长子领袖学校这个是特别针对已经完成第2期的门徒学校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所有的侍奉同工哈，还有长职，包括现任跟退任的，我们都欢迎来，特别是小组长来鼓励你这些干部来报名。那因为我们这些同工哈，大家平常礼拜天很忙。牧师要担任讲员有时候时间也礼拜天没办法，所以我们用定在礼拜四的晚上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孙宝玲牧师的这个圣经课程的这个时间。不过我们如果下一次要办相关的课程，要请我们的会籍执事稍微在时间再瞧一下因为刚好会冲突到这个是我们的图卡，我们会再寄给大家，就是领袖学校。那八个人报名，8个人以上，我们就来做这个开课一共15堂课大家预备心，而且我们要有手册，要让我们上课。好，再来这个是5月7号的拍摄全家福的服务刚刚稍微有看到图卡啦，这个是我们1楼的场景这个是它的布置，还有
这个是3楼啊，3楼的场景啊，这个是牧师当模特儿先摆一下看看啊，你们可以到地毯上面，还有那个小小的花束可以做布景拍照。如果你还没拍的，这个礼拜啊，如果没有到齐，我们下个礼拜也可以两个礼拜，而且下个礼拜的那个心灵转角也要再补上来哈。啊，这是我们西道小组他们那一天在那边聚会就先拍了哈，感觉你小组同工一起拍也不错哈。这个是小组的弟兄姐妹一起拍的哈。好，第二个是我们的圣经箴言的手到心到的抄写哈。那牧师手上拿的这一本哈，就是上个礼拜有报过一次了。那主要是鼓励大家一起用手写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用打电脑、打手机嘛，用手抄写的啊，把箴言的话语好像吸收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哈。那因为我们看到公报在举办这个活动稍微晚一点，所以到6月底可能很赶，除非你现在不上班或者时间很多哈。不过没关系，我们教会也配合到9月底，你就要抄完啊，由小组长或是拿到教会做一个认证，我们同样也会送小礼物。当然，如果说你能够参加6月底的教会公报，那更好，等于两种奖品你都可以参加就对了哈。不过牧师有一个提醒了哈，我们这个不是小学生在写作业，好像把它写完就交出去那个通过，不是，是为了让你灵修用的所以你可以一边写一边思考这些经文给你的教导哈所以倒不是时间的快慢，而是你有领受到哈很多人抄箴言，真的在他的生命当中得到很多的见证，很多就是抄圣经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哦哈所以大家愿意参加，赶快去办公室来登记。那目前我们进了50本，已经快完了哈，快发完了一本180如果你写完了180退回给你，而且还送小礼物哈这个很好了哈这个稳赚不赔的哈记得它的抄写方式很简单，左边是经文，右边就是空格你就按照一行一行抄哈，你不要省空间把它抄完，还剩下5、6行，不用。一行抄一行，跟着抄还有那个几节也小事也把它写上去那成为你自己的作品就对了他这一次参加还有送一本小册子，是为自己祷告的小册子那再来就是苏瓦班举办母亲节成品的义卖就是由苏瓦家的老师写上这个属灵的金句，然后用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装饰品可以送礼物，或是放在家里面的中当摆设办公桌摆设也很漂亮如果要支持这个活动，我们在楼下它有一个义卖品一个平台，欢迎大家踊跃来参与这个是他们现成的成品那再来就是要邀请大家一起来代祷就是我们的48咖啡。来，子兰执事再站起来，让我们鼓励一下好不好？来，子兰执事来拍手。好，请坐。我听到子兰执事说，他开这个店不是欢天喜地，而是责任重大任务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成立这个48咖啡，他目的就是为了要传福音，神给他特别的使命。所以呢，不是像我们一开张很热闹赚钱，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为了要以这个做福音基地来传福音他也写了一篇他自己的那个属灵的领受放在周报里面，大家可以看。重点是什么样呢？不是帮他推广做生意，不是，是为了为他祷告，因为他要带领一群同工在复兴国小、国中那边能够有效的接触这些年轻朋友。让他们愿意来到这里，或是读书，或是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有机会打开他们的心，接受福音。那这个是任务很重大，光开一个店就不简单何况传福音所以需要大家来带导需要大家一起来支援。如果说你有时间，可以问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特别是有关福音的工作这个是他们目前在开卖到5月20号520就开始正式了所以很多
弟兄姐妹会很热心去帮忙去欧宴哈，但是你不要一次带了10-20个去，一票人去啊，他们会忙得不可开交。如果很多个要去，先打个电话说我们要去了，请你预备好这样子哈。等于是自家人的意思啦，好不好？这是牧师特别请大家为他们做祷告，很重要哈。那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电影哈，就是我们教会的信恩医师呢，他参与了一个协会，他们举办了一个特别的这个在周报消息里面有报告哈，是在第7页的地方，他5月母亲节的电影赏析由我们的信恩医师他亲自解说要在那个全美戏院就李安导演怀念的那个电影院，我们现在全台湾这种老的电影院已经很少了他们在那边播放在5月21号礼拜天下午2点看这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如果你有兴趣楼下还有票的样，应该还有剩吧？锁完了如果不够再问看看还有没有就是他为了要促成更多人去关心他是这个忧郁症关怀协会的一个影片欢迎大家踊跃来参与去给他们支持就对了那其他报告我们自己看周报了那等一下我们现在要请三位结业的同工，就是张烟花姐妹、桂若珍姐妹、黄子玲姐妹，请到前面来。还有我们的教育团队我们的会期指示到前面来，我们要颁发这个结业证书，也请同工帮忙拍照。3位来到前面来，好。颂龙，我们一起来唱颂龙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请起立，唱完，请我们真牧师祝祷。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遵从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上帝来的赐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默祷。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来举行这个5月份的庆生会，所以我们也请这个5月份的寿星，我们可以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唱个生日快乐歌来祝福你们。我们请5月份的寿星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大家一起唱祝福的诗歌，一起来祝福你。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赐福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我们请我们的硕文医师来帮我们吹蜡烛。好，我们一起来为5月份的寿星来祷告。我们为5月份的寿星来祷告。阿们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气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你的美好。主，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5月份的寿星来祷告。主，求你祝福他们，使他们的身心灵都强壮，使他们手中所做的一切都靠主你来得胜。祝福他们在他们的每天的年岁当中，因着有你，更多的恩典，更多的祝福就倾倒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的工作，在他们所做的一切事上。再次将每一位寿星交托在主你的手里，与他们同在，也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礼拜到这边结束，也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祝福他说：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